依然之声，少年人的闲言广播电台。暗时10点，在高雄小港区客来上、客来爽的摩铁路205房内底有一对爱人仔来求客。虽然讲求客时间呢是2点钟，不过自因入房间了后，就讲闻到一个怪味。因为查甫当咧笑，查某搁当咧摇，两个人呢就紧甲这大人的代志甲办了了。房间开甲无45分钟就来走。离开进前呢，因甲柜台反映讲，房间内底足吵的，请因去看卖。因为人客若退房的时阵工作人员拢会来摒扫。即礼拜呢，205这间是有过暝的人客，嘛有求客的人客，拢是正常咧摒扫嘛无听讲有啥物问题，是安怎香有臭味。工作人员呢，甲这对爱人送走了后，就紧来房间甲看卖。结果呢，门一拍开，真正就闻到足重的，改成是尸臭。讲摒扫的这个工作人员呢，算是老经验啦。伊讲这个味一闻就知影应该是啥物鸟鼠的尸体啦，有可能是死伫厝尾顶，或者是死伫眠床骹。这两个摒扫的工作人员呢，就哪讲哪甲迄个眠床掀起来看，结果一堆雨神看到足重的尸臭，就安尼呛出来。眠床下骹原来是一包足大包乌色的塑胶袋下骹阁渗足侪这个不垃圾水着对。工作人员细腻甲这落甲透开，讲惊一个魂飞魄散。原来这落内底竟然是逮一个长头鬃的死人。讲有死人啦，这个摩铁路是真正是足恐怖的代志。因就喊甲安尼大气叫，走来个柜台叫这个进来报警察。警察一来就甲现场甲封锁起来，开始查讲这个查某尸体这个身份啦，佮有带这个人客到底带几个人啦，甲这个监视器的这个画面嘛甲调出来。这查某尸体规身躯去烫白体，对颔棍有这个血痕甲有伊这喙齿拢吐出来，警察就知影讲应该是用吹死的啦。尸体规身躯拢发乌。阁腐烂，原来咧垃圾外口迄垃圾水就是血水，加在迄当阵阁是寒天，较无遐腐烂甲生虫生甲伤严重。不过呢，警察去看讲，这个死亡的时间差不多是1礼拜所以呢，就开始找这1礼拜期间内有带过205房的所有的人客。结果调出来讲，有3对这个爱人捌过暝，加上这个来讲房间臭这呢，总共有9对的爱人12对就对。若是用因的这个交通的工具来分是10台的汽车2台奥多麦捌带过这间205房。警察呢，在记录当中呢，去找到一个叫做杨国庆，伊咧开这个学校公车，是一个司机。讲伊伫咧2月初4的时阵呢，捌住伫遮。警察甲掠来警察局问话的时阵，伊就讲迄个车伊驶迄个汽车去205的时阵虽然迄车是伊的，毋过呢，拢是因老爸咧驶。毋过警察想讲，这个杨国庆的伊老爸真正有年岁无可能会去摩铁路啦。只好先甲杨国庆请倒转去，因为嘛找无直接的证据。结果这个监视科就开始继续查这个查某尸体的身份，看讲原来伊是一个自费医专读5年的一个叫做孙涵君的一个少女，一个学生就对。这个自费医专其实呢，就是杨国庆伊驶这个学校公车一间学校。因为这个警察甲杨国庆问话问了过程中杨国庆可能嘛是想讲，伊应
应该是要来自首吼，看会当减轻伊罪行，还是安怎？伊过顶工就紧来自首投案，讲吼伊捌甲即个孙汉军吼咧谈恋爱啦。啊，毋过吼谈恋爱了后，就是伊叫是讲孙汉军咧外口啦，佮有甲别个查甫人咧交叉啊。啊，讲两个人约伫这205房吼，要来谈判。啊，谈判袂拄好吼，才会雄吼失手来甲伊杀死安尼。警察听到伊这个消息呢，就开始甲追查，因为因的年岁实在差了有大。啊，尾啊呢，杨国庆呢就讲啊，伊是本地要送伊一支手机啊啦，啊因为无钱，啊无互伊啊，这个孙汉军吼，就甲伊有一个冲突，才会安尼拄安尼。就是讲杨国庆这个人讲话嘛是反反复复。警察呢是甲伊的话当作是一个证据无毋对，啊毋过呢，因为伊已经死无对证啊，所以其实有一寡难度。警察呢就甲杨国庆带转来205房，要来重建这个案发的现场。因为按这个警察咧办案的伊的经验啦吼，若是凶手会当转来甲现场，啊伊讲的话甲现场的架枪是会当符合的时阵，其实差不多会当确定就是伊犯的这个案。啊杨国庆就讲啊，因去205房的时阵因两个人安尼 QQ 拉拉，啊甚至呢就开始有这个动手的这个状况，伊就甲这个当军锁啊摕出来。将这个孙汉军的暗棍啊，钉甲死死，啊，吹死了吼，才拖入去房间内底。啊，拖入房间内底呢，到底伊创啥嘛？无人知影啦。啊，毋过伊就讲，啊，伊就看到讲，伊这个孙汉军已经断开啊。啊，这时阵伊的理智吼，才豆啊恢复。伊头一个想到就是要脱罪，所以呢，伊就甲这个孙汉军的衫裤拢脱掉。啊，甲即个头鬃也好啦，指毛也好啦，吼，就想尽办法，要甲清洗了就对。啊，佮摕迄个乌色的塑胶袋啊，摕两个，一个呢为伊的孙汉军的头顶甲包落来，啊，一个为下骹这样啊甲包落来，啊，藏伫个面床骹。伊就甲即个车吼驶来甲个中正2号附近的一个叫做礁南桥骹。啊，甲孙汉军所有的衫裤啦、手机啊啦、牌啊有诶无诶吼，等诶迄个水沟边啊。啊，即款甲即个尸体处理诶方式吼，其实当看得出杨国庆有可能吼，伊就是即个无讲介细腻，伊是有义无，因为伊有准备当军锁啊。啊，毋过伊无想到讲伊捌甲人互吹死了，要安怎甲尸体甲处理？算讲这根本就无处理嘛，伊就囥伫现场安尼。尾啊呢，法院的判决呢是判伊18档。18档吼，对即马咱即个听众朋友咧想甲一个人刣死哪会干那18档尔？其实有可能啦吼，甲伊即个中间去自首有淡薄仔关系。啊，这18档，咱即马甲算起来，差不多个2-3档。伊若是无假释的话吼，差不多2-3档就出来。啊，伊若是有假释的话，犯事伊应该已经出来啊。啊，已经摩德路呢，即马阁有咧做生意，毋过呢嘛已经改名啊，状况嘛变了真侪。台湾呢，咧摩德路也好啦，理社也好啦，拢有足侪种奇怪怪命案，其实拢发生咧较早的时阵，亲像即个开封理社啦，啊家人的五福理社，有的呢是预谋犯案，啊有的呢是随机犯案。咱议案办呢，继续会来替大家找奇奇怪怪、其他的甲理社、甲旅馆有关系案件。欢迎听众朋友来到《疑案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今仔日咧，咱拄则听到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其实伊是一个社会案件啦吼。这甲咱其他的迄个啥物，甲政治啦、甲历史关系的大案有小可无共。毋过呢，因为这个案件实在是
有较恐怖淡薄啊，所以阮感觉讲应该提出来甲大家讲啥物呢？讲你即个你谈恋爱也好啦，吼，熟识朋友也好，真正是伊爱注意哦。无细腻吼，你着叫人刣死啊，囥伫咧迄个摩天轮内底吼，气死，真正是有够恐怖。啊，咱今日请的即个来宾吼，嘛是足特别吼。即个来宾是因为你敢知影，咱咱即个节目的即个制作人吼 ，producer 吼，伊是一个就介意即个台湾的独立音乐啦吼，不管是乐团啦，还是做专辑的啦吼，因为制作人啊是就兴咧听即个台湾一寡音乐，所以就联络到足济吼，即款咱咧做台湾音乐的人。那今日请到的即个就是这金音奖，捌摕到最佳电音专辑的创作人Funky Mo。大家好，我是Funky Mo。你捌住过摩天轮无？有啊，你有甲人安怎无？当然去遐，毋是都要甲人安怎再去遐。我 QK 是真正的 QK。无因为这毋通安怎拄安怎，搁有安怎拄安怎。对，就恐怖。你看的时阵，你敢有家己一寡迄个回忆，敢有家己用起来安尼？想到你较早咧住摩天轮的代志，其实无得大呢，对无？你都入去2-3点钟了，你就出来啊。无遐久对，大啊，足恐怖，迄种无窗仔门啊，拢无自对，摩天轮其实是一种，我家己嘛感觉是一种足奇怪的一种，这个伊算女侠，啊，毋过这个女侠就无讲介正经，对。大起来就感觉恐怖安尼。对。啊，毋过细汉时阵，因为阮老爸老母就介意赛车、吐规台湾四界佚佗。啊，有当时啊，迄个较荒郊野外吼，就是若是要住较俗的，就是摩天轮。妈妈这椅仔哪看起来怪怪？我迄个年代啊，无迄款椅啊，阮迄个年代碰椅尔，那害来害去，碰椅来袂害，碰椅袂害。妈妈电视顶管你在演啥？这有，这较早迄电视吼，因为拢无锁，你黑白船就会船到一寡囡仔人袂使看的物件。啊，那无穿衫，无穿衫，无穿裤安尼，系啊。啊，你看这个案件的时阵，甲你。你毋知影你有啥物看法？你有啥物想法无？你咧看是？看你讲看这案件嘛？对。你应该讲，你看阮的这个网站，即款害人放火，即款你有啥物想法？其实足趣味，本来咧看的时阵是讲足趣味，但是搁想看卖，就想讲这是真正伫这世间有发生的代志，是讲。哇，其实足恐怖毛骨悚然。我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讲，因为有一寡创作人啦，不管是写小说的啦、写音乐的啦，有的人看到一寡社会案件吼，就会想讲，无来写一块歌。我有，你有为这205号房？无，但是我有写到一个，这写绑架，倒一件？Make it count， 我的歌。在串流顶管是第一首歌是写倒一个案件，毋是真正的绑票啦，毋是真正的绑票。敢是你看到倒一个真正的绑票去，互你想到讲无来写一块甲绑票有关系。无呢是写身躯的时阵，就想讲来写一个故事。写身躯的时阵，无咯，等一下去甲加一个绑票安尼。对。啊，迄个歌内底就是写啥物款的故事啊？简单分享一下。即个男主角就是爱着一个可能是迄个饮料店的妹啊，爱着想讲好，今日伊就一直甲因朋友讲，我即马要谈恋爱，我即马爱着一个查某囡仔，我明仔载要来冲一发，结果结果伊去啊了，伫伊的心内这是一个正常的约会，对。但是实际上发生是以直接把人家绑走，然后就带上车，然后也没再管人家在做什么事情，没问人家要不要就把人家绑走了。这句话叫 Make it count。伊这个剧情吼，就我想到两部电影，一部叫做《当男人恋爱时》。对，
搁有一部就是迄个有一个我袂记迄片名是啥物，就是一个查甫时间较长，一个较短，迄叫啥？消失的情人节。哦，就有一个人时间过了较紧啊，一个人时间过了较慢，啊尾来嘛是甲人绑，迄查甫嘛是甲迄查某绑票。其实迄就是绑票啊，对啊对啊对啊，对无？啊，男人乱的事，迄嘛是啊，迄是来讨笑的，迄毋正囡仔啊，就用迄个步数拗步啊，甲无理搞啊斗阵，互恁老爸小尊嘟煞，较有迄个即个代志。其实即两部片咧看的时阵，我是感觉。虽然我是一个查甫啊，毋过看足介叫的，所以讲即款剧情是安尼，逐个拢无警察着讲啊，这是一个足恐怖的故事啊。迄敢毋是韩国的剧本？我毋知呢，当男人恋爱时敢是韩国，我毋知。若是韩国的，其实嘛无意外，因为韩国的即个男女之间的即个关系，佮有男女之间的平等，其实嘛是拢足有问题的。就是因为安尼，我就看到规身躯拢来叫。但是就是这是创作的一部分嘛，就是创作就应该你着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创作是毋是会当完全自由，烫光光、烫白体？对我来讲是，因为要做啥物拢会使啊。我顶礼拜再去看迄个剧烈的 Substance， 我就感觉好，这就是绝对的创作的自由，就是你这拍电影、写歌、写小说，对，其实应该言论自由应该要会当，互人去创造各式各样的世界。就是讲歹人嘛，无一定爱有恶人嘛，无一定爱有恶报嘛，无要紧。对。因为古早时代剧本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看久了，大家其实嘛是拢会善啦。哦，陈世美就一定爱安怎拄安怎，王奎就一定安怎拄安怎。啊，若是即摆现代人咧创作的物件，其实是会当较自由。啊，较自由的时阵就是讲，你若是看这看甲女性朋友啦，吼，若是佫是亲像我安尼看迄个男人恋爱时啦，吼，消失的情人节，你看我感觉，可能迄就是无适合你的。对无？迄个作品就是无适合你，无要拍互你看的。对。啊，你的歌若是写了别人听嘛，无讲有偌兴趣，迄嘛无要紧。不要紧，对无？迄嘛是无要紧。但是用创作的概念来看这个代志，其实是安尼啦。就是讲，咱咧搬戏，好无？咱这是搬戏，对，咱咧唱歌搬戏，这拢假，这毋是真正讲我们起来甲人绑票，或者要甲人抬个拄安怎？若是讲，重要的因为若是讲真正是安尼话，咱议案办所有员工拢爱掠起来啊！逐工拢爱看台人放火，挂火挂吧，迄个有诶无诶，老鬼老弟诶，迄有较恐怖。恐怖片那就不能拍了。嘿啊，对。伊讲看迄个啥导演诺兰有无？伊毋是拍电影，伊诶专门科就是讲，伊拢无要用动画，伊拢用实景，伊爱请真正诶演员，真正诶布景。啊，尾啊，迄工有个放一个消息讲，伊要拍鬼仔片，人讲伊是要请真正鬼仔出来哦。你飞轮机真正摕起来烧呢？系啊，伊飞轮机拢烧真正诶啊，啊人拢船嘛驶真正诶啊，拢是真正，拢无要用迄个动画啊。哦，这嘛是一种艺术啊，一种表现的手法啊，毋知伊要安怎拍几啊片咧吼。好啦，咱即集呢差不多到遮煞，啊，毋过呢后一集呢共款嘛是要请即个 Frankie Mo， 要请伊讲佫较济，伊对即个创作一个观念，佮伊即马当咧创作，伊有咧做即个台语的即个音乐嘛吼。啊，尾啊，伊后盖佫要有想着要创作啥物款的音乐，啥物款的方向啊？后一集请伊继续来甲咱大家来开讲。咱这呢是宜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告电台，咱后一届空中再会，拜拜。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宜言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